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科判。第二音，这个音呢，指的是大乘发心的音，升起大乘发心的音。有一由四音而生，该大乘发心，因为有一由原圣者之信心。这边的这个圣者呢，指的是战胜二障者，所以呢，打败二障、战胜二障、彻底断除二障的，就只有佛。如果呢有看过达赖喇嘛尊者的名字的那一集，里面就有介绍圣者的意思。所以这边的原圣者之信心，指的就是原佛的信心。原圣者之教之信心呢，指的就是原圣者教、原佛法、原着佛教所产生的信心。那原上位佛子行之信心，上位菩萨的佛子行，沿着上位菩萨的佛子行而产生的信心，以及原无上菩提之信心。无上菩提呢，指的就是佛果位，所以呢，沿着佛果位所产生的信心，就这四种信心呢，作为产生大乘发心的因，然后呢，来升起大乘发心。所以呢，宝聚经中说到，信仰圣者与圣法。且信诸佛子之行，诚信无上菩提后发起诸大事之心之故。好，所以呢，这边呢就把刚刚上面讲到的四因呢全部都在里面哈。信仰圣者就是原圣者之信心，信仰圣法就是原圣者之教之信心。那且信诸佛子之行，好，这边的信诸佛子之行就是指说原者。菩萨的佛子行所产生的信心，再来呢，诚信无上菩提后，也是指说圆者无上菩提对无上菩提产生信心之后呢，发起诸大事之心。这边的大事之心指的就是指大乘发心，大事呢指的是大乘士夫发起诸大事之心，就是呢发起每一位大乘士夫都有的菩提心，发起菩提心的意思之故。有一由四缘而生起该大乘发心，因为有一由见到佛身之缘，想获得如此。好，这边的见到佛身之缘，想获得如此，指的是说某一个人他见到佛身，那见到佛身作为因缘，见到佛身之后呢，想要获得跟佛一样的身体，他看到佛身非常的庄严，然后呢有这么多的功德，因为见到佛身作为因缘，然后呢想要获得跟佛一样的身体，想获得如此这样子的想法，是其中一个缘。那这样子的一个缘呢，来产生大乘发心。那第二个讲的是见且闻诸佛与上位菩萨的功德之缘，想获得如此。一样听闻见闻诸佛菩萨的功德作为因缘，然后呢内心产生了哇，他们的功德实在是太伟大，他们的功德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太奥妙了。那自己也想要获得跟诸佛菩萨一样的功德，这样子的想法，作为一个升起大乘发心的缘。那再来第三个呢，是不忍佛的教法衰败，就是说看到佛法衰败呢，他于心不忍，因为呢要从轮回脱离呢，必须要受持佛法，学习佛法。那他看到佛法这样衰败的话呢，很多众生呢就更难以受持佛法，那就更没有办法呢从轮回、从痛苦里脱离。所以呢，看到佛法的衰败，他于心不忍，这样子的不忍之心呢，作为升起大乘发心的因缘，进而产生大乘发心。再来第四个呢，是不忍有情受痛苦残害。这边这个不忍有情受痛苦残害呢，就是说看到有情被痛苦逼迫、被痛苦残害，所以呢，升起了强烈的悲心。这个悲心不忍有情受痛苦之心，作为升起大乘发心的因缘，然后呢，进而的升起大乘发心。所以这边讲的是四缘，有一由四力而生起该，这边的该呢，指的是大乘发心，就是说呢，由四力升起大乘发心。那是哪四力呢？第一个，因为有因。种性苏醒，这个因呢是因果的因，因缘的因。升起大乘发心的一个因呢是什么呢？种性苏醒。下面会有一个章节讲到种性苏醒，就是大乘的种性苏醒。所谓的大乘的种性苏醒，是指说什么时候升起大悲心，这个人他相续中的大乘种性就苏醒了。
所以因种性苏醒，这边的种性苏醒指的是大乘的种性苏醒，也就是说升起大悲心的意思。那第二个呢是过去多修善根，就是呢在过往呢有培植有修很多的善根，这也是升起大乘发心的一个力量。那再来呢见发心之利益，就是说他看到呢发起大乘发心升起菩提心之后呢，可以得到很多的利益，有很多的功德，见到发心的利益，然后呢，作为呢去推动他升起大乘发心的力量所以呢，达赖喇嘛尊者在讲法的时候呢，也常常讲到说，过去的噶当大善知识有说呢，一定要努力的用尽各种的方式呢，想尽办法，用尽一切的去升起大乘发心。只要升起菩提心的话呢，资粮呢，它也会去圆满，罪障呢，它也会去消除。好，所以呢，要用尽一切，用尽极其的去升起大乘发心。小概要拿不到，让先团的入住些小学生的基本就是小学生上是不是等于？加上个让团主那样强学生的那个门度，现团主那样强学生的那个门度，各当恐怕就送我那些强学生，一级没几的，这种呢，超讲扩张个早，直接讲扩张个讲生呢，那么就送个多啊。第排是我那人的是强学生上当的，对人家的这些上当个要的，小概还拿不到是升级是浪，真的等住等个要的。所以呢，大乘发心呢是有很多的利益，有很多的功德的。下面呢也会有一个章节讲到大乘发心的功德。第四个呢是于此生多修善根。除了过去生多修善根以外呢，此生呢也多修善根然后呢借由此呢作为升起大乘发心的力量所以这边的四力呢是这四个因种性苏醒，大乘的种性苏醒，升起大悲心。第二个呢是过去多修善根，第三个呢是见发心的利益，第四个呢是于此生多修善根。好，那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也有讲到四因、四缘和四力。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先看《波罗蜜多总义》里面讲到的四因、四缘和四力。那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到的四因、四缘、四力其实呢都大同小异，就是在安立例子上面呢有一点不一样。如是说，依由四因、四缘、四力而生的，是按照因缘确定而做。这边的因缘确定呢，并不是说呢，只要是大乘发现它的因呢，就一定要具足这四个因，而是说呢，这四个因的其中一者呢，它确定可以成为它的果的大乘发现的因，它可以作为它的果的大乘发现的因，所以呢，把它安立在四因里面，所以呢，原圣者之心、原圣者知教之心、原上位夫子行之信心，以及呢，原无上菩提的信心呢，它是确定可以作为他自己的果的大乘发心的因，所以呢，把它安立在四因，而不是说只要是大乘发心产生它的因，就一定要有这四者，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四缘跟四力也是一样，这四缘当中，其中一个它确定肯定可以成为它的果的大乘发心的缘，所以呢，他把它安立在四缘当中，而不是说只要是大乘发心，它的缘就一定要具备这四个。所以呢，四力呢也是一样，所以呢是按照因缘确定而做。上面讲的四因、四缘、四力，是指说呢，他们任何一者都确定可以作为自己的果的大乘发心的因缘力，所以呢，去安立为因，安立为缘，安立为力。那如果把它简略的讲的话呢，若简略之，该大乘发心定须由以成为自己的进取因之大悲心而产生，因为经庄严论中说到，许该之根本为悲之故。所以上面讲到了四因、四缘、四力，讲到了很多升起大乘发心的因缘。那如果将这些因缘呢，把它简略的话呢，如果是大乘发心的话呢，它必定须由以成为自己的进取因的大悲心而产生。
大悲心呢是升起大乘发心的进取因，所以呢，只要是大乘发心，它一定要由它自己的进取因的这个大悲心来产生。那在庄严经论中呢，有讲到说，许该之根本为悲。许呢是承许的意思，承许认同。该之根本呢，菩提心的根本呢是什么呢？是悲。这边的悲呢，指的不是一般的慈悲，而是指大悲心。所谓的大悲心呢，是指说缘着一切有情，然后呢，希望他们能够从轮回苦脱离的这个悲心。那这个悲心呢，还要能够修炼到是能够油然升起，那不造作的这样子的悲心呢，才称之为大悲心。以后在学第3品的时候呢，会有讲到说，大悲心呢是指说，像妈妈对自己的小孩产生悲心是不造作的，很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流露出对小孩的慈悲。这个作为例子，缘着一切有情，悲悯一切有情，愿所有的有情呢，从轮回苦脱离的悲心，然后呢，要把它修到说呢，像母亲看到自己的小孩受苦的时候，能够完全不造作的，很自然的流露出希望的小孩离苦的悲心一样那缘着一切有情呢，愿他们从轮回苦脱离，想要把他们从轮回的当中救离出来的这种悲心，然后把它修到无造作的程度，这样子呢才叫做大悲心所以呢，许该之根本为悲，承许菩提心的根本呢为大悲心。所以呢，只要是菩提心，只要是大乘发心，它就一定要由自己的进取因的大悲心而产生。好，我们来看一下藏文的部分。니바 균이 태진 심기에 규실라 때네 개와 유에 개와라 미비 대바다 개위 땜바라 미비 대바다 개세 고미 쨘바라 미비 대바다 라나 메비 장출라 미비 대바 남라 때네 개와 유비 체 군초 주미 돌레 개당 개위 쳬라 대제 징 개세 남기 쳬라 대제바 장출라나 멜라 대규르네 개부 첨본 남기 생 깨워 시 송비처 대진 심게 대 gen시라 대네 개와 유에 상계기 구수 통위 겐 제네 디다부시 토나 냐바다 상계당 장선공만 남기 연된 통신 투비 겐 제네 디다부시 토나 냐바다 상계기 땜바 누발라 미스바다 senjen dungi ki nawala misuba namla tenne kewa yobicher 대 돕시라 때니 개와 유대 규리 세바다 은 계자 망두 공바다 생계비 평연 통하다 세들이 계자 망두 공바 남라 때니 개와 유비처 대달 규시 기엔시 돕시라 때니 개와를 세바 남니 규겐 타취비 왕두 제바 인기 도 누나 대chen 심게 데라 랑기 년랜도 유비 닌제 첨보의 정화시 녜바 그때 도대겐레我们来看一下藏中对照的部分尼巴鱼尼尼巴呢是第二，鱼呢是音，尼呢没有特别的意思，它就是一个鱼尾的呢这样子尼巴鱼尼指的就是说第二个科判在讲音。推谦呢是大乘的意思，生见呢是发心，这个见呢是假见大瓦，就是说呢发展扩展的意思。所以发心它不是只有说发起一个心，而是指说呢从一个只关心自己，只为了自己的心，把它扩张，把它发展出去呢，变成为了一切有情，所以呢叫深界，把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宽阔，把它扩张扩展出去，把它发展扩展出去，所以呢深界发心，所以推荐深界就是大乘发心，得呢是该那个的意思，所以这个得呢其实就是指推荐深界。규시 규呢是音，시呢是四，所以규시呢就是四音。啦때네 개와 유에 때네是一有的意思，개와呢是生，유에呢是有대呢是在讲说这句话还没有讲完，要连接后面的东西，所以这一整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有一由四音来升起这个大乘发心，那是哪四个呢？第一个是개와拉密比得巴达，개와呢是胜者、胜利者，也是指佛。拉呢是一个格位词，密巴呢是圆，所以呢对着胜者
元，所以呢，元圣者的什么呢？德巴，德巴呢就是信仰、信心的意思。党呢是和，所以给瓦拉米比德巴党呢就是元圣者的信心。给予德巴拉米比德巴党，好，所以呢，给瓦是圣者，以呢是的，那德巴呢是教法的意思，所以给予德巴呢就是圣者之教，好，那拉米比德巴。刚刚都讲过了哈，所以呢是原圣者之教的信心。好，给色公咪这巴拉咪比德巴党，给呢是指刚刚的给哇，色呢是弟子、徒弟或者是儿子的敬语，所以给色呢就是佛子，也就是菩萨。拱嘛呢是上位、高位的意思，所以给色拱嘛呢就是高位菩萨、上位菩萨。一呢是的。觉巴呢是行为的意思，所以解色果咪觉巴就是上位菩萨行，上位菩萨的行为。拉咪比德巴党，所以沿着上位菩萨的行为，上位菩萨行而产生的信心德巴。再来，拉那梅比讲出拉咪比德巴。拉那梅巴呢就是无上，拉呢是上面，梅巴呢是没有，所以拉那梅巴呢就是无上。然后呢，讲出呢是菩提，拉那梅比讲出无上的菩提，拉咪比德巴，好，所以呢，沿着无上菩提的信心，那呢是指多数，所以呢，刚刚上面有讲到4个哈，所以呢，拉登内给瓦约比谢，所以这些字刚刚都讲过了，所以一整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呢，由上面所讲的这一些因来产生的缘故，好，约比谢。好，那这边呢引用到佛经是宝具经，棍臭准密多嘞。棍臭呢就是三宝的宝，棍呢本身指稀有、稀罕的意思，臭呢是殊胜，所以棍臭呢就是我们讲三宝的那个宝，所以三宝呢藏文就叫做棍臭孙啊。准嘛呢它可以当灯，可以当火把，可以当光，反正呢只要在暗夜间能够发出光亮。只要在暗夜间可以照耀、可以发光的一个光明体，就叫做准嘛。好，所以不管是灯、夜明珠、火把都好，只要能够消除黑暗，在暗夜当中呢，能够发光发亮的这个光明体，就叫做准嘛。好，那夺呢是经，所以观咒准密夺呢就是宝具经。那宝具经当中呢有说到呢，给党给予去了得戒经。好，给呢刚刚讲过的是给哇，党是和，给予却圣者之法。好，拉得接近，得呢就是刚刚讲的得把信仰，接呢是做，所以呢对圣者的法呢做信心，做信仰，也就是说呢对佛呢产生信心，对佛法呢产生信心的意思。经呢是而且还有的意思，给色能给这来得接吧，给色刚刚讲过的是佛子菩萨。nam 呢是多数，好，给呢是的，所以给色nam给就是诸佛子的，诸佛子的什么呢？这个呢就是刚刚讲到的觉巴哈行为加行，所以给色呢给觉来对接吧，就是呢对诸佛子的行为加行呢做信心，产生信心的意思。好，那再来讲出拉那梅来得觉呢。好，讲出那那梅呢，就是指无上菩提，讲出是菩提，那那梅上面也讲过的是无上，拉是一个格位词，得呢是信心，所以呢，对于无上菩提呢产生信心。觉呢是已经的意思哈，所以呢对无上菩提已经产生信心，然后呢就是指之后，已经对无上的菩提产生信心之后做什么事呢？给不千波南给森给我。给不是士父的意思，千波是大，所以给不千波就是大士夫，这边指的是大乘士夫，那么呢是多数，所以呢诸大士夫、诸大乘士夫的心，生是心，见呢是生哈，所以呢上面的这些因产生了之后呢，要怎么样？要升起诸大师父之心，就是升起大乘发心的意思。好，写宋笔在这一本经典有这么说之故。好，再来，天前生界的见习来等你给我约的。好，天前生界是大乘发心讲过了，见习呢就是4缘，见呢是因缘的缘，所以见习呢就是4缘，由4缘来产生该大乘发心。那哪4缘呢？第一个，三界及故苏同于见见呢，第大不是托那念巴达。三界是佛，己呢是的佛的故苏呢就是身体的境语啊。通与见见呢，通话呢是看到、见到的意思，见呢是缘，刚才讲到因缘的缘，结呢是做，然后呢是指说做了前面这件事情以后，所以三界给故事通与见见呢，
看到佛身作为因缘之后呢，产生了什么？迪达不是托那念巴达，产生了一种想法。念巴呢，就是心里想的意思。迪是这个，就是此佛身。大不是如同，喜呢是某一个，拓呢是获得。所以呢，就是说，见到佛身作为一个因缘，然后呢产生的。如果也能获得这样子的身，那该有多好的想法。好，所以呢，迪达布西托那念巴当，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三阶党讲生公妈那个原点通行特别见前呢，迪达布西托那念巴当，三阶佛党和讲生呢就是菩萨。好，所以呢，解圣呢是佛子，也是菩萨的意思。讲生呢就是讲出僧巴菩萨。好，那拱骂呢是上位，讲生拱骂呢就是上位菩萨。nam 呢是多数，所以呢，诸佛和上位菩萨的远颠，远颠呢就是功德。通行 to 吧，通呢是看，刚刚讲到了。行呢是而且还。to 呢是耳闻听到的意思，所以通行 to 吧。看见且听到诸佛和上位佛子的功德，然后呢，间接呢，好，这个作为因缘的缘，作为缘之后呢，产生什么呢？第大不是托那念巴达。第一刚刚讲过的是此，所以这边的这个此呢，指的就是说诸佛和上位佛子的功德。那大部呢是如同，习是某一个，拓是获得，那呢是如果，念巴呢是欣赏，所以呢看见听到，所以呢眼见耳闻诸佛和上位菩萨的功德作为缘之后呢，产生了什么？心里想说，如果我也能够获得跟这个一样的功德，那该有多好啊！这样子的想法呢，好，是第二个缘。好，再来第三个呢是桑耶吉丹巴努巴拉米苏巴。好，所以桑耶吉丹巴佛教，佛的教法。努巴呢是衰败的意思。好，在上一集介绍十方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说，西方呢叫努丘，那这个努呢是指太阳沉没、太阳下去的这个地方，所以叫做西方。好，所以努呢就是衰败、衰退的意思。好，桑吉吉颠巴努巴呢就是佛教衰败。拉呢是一个格位词，弥呢是否定词，苏巴呢是堪忍、忍辱的那个忍，所以米苏巴呢就是不忍。好，所以呢，桑耶吉颠巴努巴拉米苏巴对于佛教衰败呢不忍心。好，所以这是第三个。再来第四个，身间对耶吉那瓦拉米苏巴，身间是友情，对耶吉那瓦。好，对耶呢是痛苦的意思。D 呢，在这边是第三个，所以呢，就是指说这个 do 呢要去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呢？做那瓦残害、伤害的意思。拉米斯巴，好，米斯巴刚刚讲到的是不忍，所以身间 do 给那瓦拉米斯巴，就是说对于友情被痛苦所伤害、受痛苦的伤害呢，于心不忍。好，身间 do 给那瓦拉米斯巴。那么呢是多数，所以就是指上面的这四个元。啦 d e n e g a w a 约不是好，那由上面的这一些来产生之故。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四例哈。de dopsi la d e n e g a w a 约的 de 呢指的是上面这个 te chen sem ge dopsi 呢是四例啊。la d e n e g a w a 约的，所以呢就是呢有四例。然后呢，产生该大乘法心。哈，是哪四个呢？第一个 gu ri se 吧 gu 呢是因，哈，因果的因。ri 这边的 ri 呢是指 te chen gu ri 大乘种性。好 ri 呢它有种性、种类的意思，所以这边的 ri 呢指的是种性。那种性当中呢指的是大乘种性。se 吧呢是醒过来、苏醒的意思。好，所以呢大乘种性苏醒，种性苏醒的是一个力。好。比如 receive 因种性苏醒。第二个呢是恩给在蒙读公吧，恩呢是之前过去的意思，给在呢是善根啊，蒙读公吧忙是很多。公吧呢是串习的意思哈，所以呢，恩给在蒙读公吧呢就是过去之前呢有累积有串习修很多的善根。
再来，生业比偏冤通话的生业刚刚讲过的是发心，偏冤呢是指利益的意思，通话呢是看，所以呢看到发心的利益。好，再来，车底里给在蒙度公把那么的你给我有些，车呢是寿命，敌呢是此，所以呢车底就是此生，这个然呢是一个格位词，所以车底里指的是在此生哈。给在蒙度公把刚刚讲到了，就是多修善根，所以此生多修善根。那么呢是多数，所以就是呢上述讲的这一些啦，等你给我有一些，因为呢由上述这一些来产生之故。得dar 好如是，由是四因，见是四缘。都是四力，啦，等你给我谢吧，那你好，谢吧呢就是讲说的意思，那么呢是等等等。诸就是多数的意思，就是说上面有讲到四因，讲到四缘，讲到四力，讲了很多。讲这么多呢是怎么样的？主间他却比望对结把因给。主间因缘，他确吧呢，指的就是肯定的意思，肯定、确定的意思。好，那他呢是边边际，确呢是斩断。好，所以呢，他确呢指的就是肯定、确定的意思。望度结拔呢是指按照、依循的意思。好，所以呢，上面讲这么多呢是依循、按照、因缘肯定，好这样子来做的。多尔顿呢？多尔顿就是简短简略，若将其简略的话呢，提前审给得了，该大乘发心呢必须要怎么样呢？让给年龄的对比，你这前部来中华西年把 good day 好，让给自己的年龄就是进取音对 good 吧，这就是已经成为自己的进取音的什么呢？凝结谦波，凝结是悲心。谦波是大，所以凝结谦波呢就是大悲心。累中瓦，这个中瓦呢是产生，累呢是依由什么而产生这个依由，所以一整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大乘发心呢由成为自己的进取因的大悲心而产生，然后呢习是某一个的意思。涅巴格的涅巴呢就是决定一定要的意思，那格呢是必须。好，所以呢一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该大乘发心定须由，好，他决定他必定须由已成为自己的进取因的大悲心而产生。那为什么呢？多对言嘞，多对呢是经，言呢是庄严，多对言呢就是庄严经论，好，慈氏五论当中的其中一论，好，多对言嘞。得以早晚凝结读解宋比谁？因为在庄严经论中说到呢，许该之根本为悲。好，得呢是该那个的意思，以呢是的，所以呢该之。扎哇呢是根本，所以该知根本。凝结呢，刚刚讲到是悲心，这个然呢是指是这个东西，所以凝结就是是悲心。好，读呢是指承许的意思，所以承许该的根本呢是悲心。好，得以扎哇凝结律许该之本为悲，这松比写好，在这个多对言好庄严经论当中呢有讲到之故。